在 VS 我野男朋友，哇！呢鋪咁正，哇！哇！幾犀利啊！咁佢始終都係跑過3年，你走喺上面都仲係有少少偏。所以其實工場係好多呢啲比較 BB 嘅馬喺度。BB 嘅馬。一收成咗佢，即刻個追手。咁其實你見到佢都係有隻數嘅，暫時都係個少少。BB 馬 BB。好啦，運動方面就已經做咗準備工作啦。頭場賽事係4番千二嘅短途賽，係4番千二嘅短途賽咯。今次嘅大分係10。哇！冇死啊！跟住有烈焰光芒，死啊！兩個馬手嘅對手，佢就有波灣同事。呢個指南，哇！你支付入咗呢鋪冇問題。呢鋪就嚟乜嘢啊？好啦，大賽，原來有乜嘢㗎？都冇問題。大眾快區追佢就係馬達，接波準備拖檔，頭場賽事4番千二嘅短途賽，懷疑暫時哇！獲期舉的巡視呢個，好嚟啊！大家都明白因素喎，內欄烈焰光芒相當快速啊！咁再見中間位置咧，走上去隻馬咧有鋭目啦，最出有紅海風範啦，內欄藍衫紅帽過關勇士啊！咁再見馬路中間當盛世威風啊，魅力之風嗰啲馬，後啲馬黑衫白帽外邊咧搶唔到喎，內欄粉紅衫有暴風一族啊！呢4啦，晏晝就大彩啦，後邊3匹馬達啦，呢啲大眾快區爭字然後咧係呢隻專業嘅人者同城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睇啦，前面尖尖嘅馬咧埋邊位置就烈焰光芒啊！哇！又死啊！過到佢啊！第3個馬咧有佢目啦，埋邊就過關勇士啊，攞出嚟中國追到馬個盛世威風啦，後多層咗暴風一，幾犀利啊！出到啲係非凡時刻嚟㗎，最後200零米啦，烈焰光芒仲有5個攞呢個勢，埋邊追有個。